来到西港区的松林国小，会当看到教室内面真侪学生欢欢喜喜咧做着家己的手工乌麻饼。这摆活动是透过学校长期甲当地农民共同合作，为着要让学生更了解家己所生活的上边在地产业文化，透过学校佮当地农民做伙共同来落实食农教育。马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定课程，然后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规划系列性的一个课程，让孩子去体验。那也就由课程来认识我们的家乡跟我们的附近的一个农产业的部分。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借由我们的在地的胡麻达人阿农兄跟阿农师长，他一直是在协助跟陪伴我们学校做课程这个区块。西港是乌麻的故乡，松林国小发展出真侪甲乌麻相关的多元课程，让学生会当伫咧课当中对家己家乡有更侪了解。当地家长佮同学嘛拢相当的介意这款的课程。那今年是我们的三年级的一个课程。那前几天我们有2年级的芝麻糖。那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结合我们在地的一个芝麻跟我们的饼干来做一个烘焙。那刚好我们学校这一次也采购了一些烘焙的一个机具，然后可以借由这样的课程去融合，那孩子们也可以做一个体验这样子。觉得很好玩，希望下次还可以再做。大家学生拢非常的期待，会当甲家己亲手做的手工乌麻饼，早登去厝里，甲厝内人分享。学校透过无同的课程，甲在地农产品做结合，让学生伫咧家己动手做的过程中，更熟悉家己的家乡产物，嘛会当食了健康佮安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